各位朋友，你有冇試過喺深圳或者香港嘅太二酸菜魚門口見到嗰條長到睇唔到尾嘅隊？你懷住話入去食條魚啫，點知坐低落單之後，個服務員轉個頭同隔離位講兩句嘢嘅時間，嗰盤魚竟然已經砰一聲放喺你面前。我試過最快嗰次真係路邊磚就上菜，當時我仲同朋友講笑話，哈，呢間嘢啲魚師手腳快到好似磨打咁，定係佢哋喺後面有幾十個師傅一齊編魚啊？但係大家冷靜啲埋下，由一條生猛猛仲喺魚缸游緊水嘅魚，到你盤入面嗰啲片，到薄一薄滑溜溜嘅魚肉，中間要機龜扭魚、洗魚、去刮、片魚、演眉、過油，再加埋個酸菜湯底去煨，六變樽。你屋企煮個公仔麵加隻蛋，可能都唔止六變樽啦。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啲咁神速嘅上菜傳說背後，到底人闖咗啲乜嘢科技與狠活。其實最近如果你有留意財經新聞或者內地嘅餐飲消息，你就會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6日以前被形容為排隊神話嘅太二酸菜魚，竟然喺2024年到2025年呢段時間驚爆咗一陣關店潮。你可以話唔係個，你我上次去皇庭廣場或者萬象城仲見到好多人排隊嘅，大數據唔會一人，佢哋嘅母公司959雞團股價跌到沉晒，不用講，連最賺錢嘅太二都開始要減價促銷，甚至有啲分店因為租金同埋客流量唔達標而要無奈執笠。點解會咁？仍係因為大家食鹽咗，人定係大家終於發現咗自己用緊幾百蚊人民幣食緊嘅，其實唔係乜嘢深海魚，而係一包包喺工廠整好晒，放咗唔知幾耐嘅4C通包。講到呢度，我一定要同大家科普一下乜嘢叫做魚製菜。講依家喺內地餐飲界，呢個齊魚簡直係公開嘅品牌。太二之所以可以做到六變鐘上菜，唔係因為佢哋啲杯師係小當家，而係因為成間鋪頭根本就冇傳統意義上嘅杯師。你入到去廚房睇下，可能只係得幾個操作員。呢啲操作員要做嘅嘢好簡單，撕開個塑膠包裝袋，將入面啲已經片好、轉好、急凍咗嘅魚片倒出嚟，再倒埋嗰包特製嘅酸菜湯底包落去，加熱淋油搞掂。呢種就係海味嘅標準化深圳。地家位下一條新鮮嘅魚，肉質應該係有彈性、有魚味嘅。但係太二嗰啲魚，你食落去係咪覺得滑得好唔自然？好似滑到條兩都接唔住咁。呢個就係科技與狠活嘅精髓。為咗令到啲急凍魚片喺解凍之後，仲可以保持嗰種嫩滑嘅口感，好多工廠會喺處理過程入面加入磷酸鹽、保水劑，甚至係一啲你明都讀唔出嚟嘅化學添加劑。呢啲嘢可以鎖住魚肉入面嘅水分，令到塊魚肉就算雪咗3個月、5個月，攞出嚟煮嗰陣依然好似啱啱托咁。但係咁樣嘅魚入面嘅蛋白質結構已經改變晒，你食緊嘅已經唔係營養，而係一堆俾化學物質包裹住嘅氛圍。好多香港人依家周末最中意北上雙飛，覺得深圳食嘢又平又大份，服務又好。你見到嗰盤酸菜魚，大大盤，鋪滿晒辣椒同埋蛙椒，個樣形相打卡真係一流。但係如果你細心啲睇，點解每一片魚嘅大細、厚薄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獨一無論你喺深圳食、廣州食，定係喺香港分店食，個味道可以完全冇偏差。呢種穩定性其實係餐飲業嘅悲哀。因為佢代表住食物已經失去咗靈魂。加埋公模，我哋以前去大排檔食穩，師傅會睇下今日條雲肥唔肥，個火候要點調校。但係喺太二呢類連鎖店，一切都係數高，佢哋追求嘅係翻台率，即係你坐低之後，越快食完越好，越快走越好，咁佢先可以接下一單生意。所以六變磚上菜唔係為咗服務你，係為咗趕你。佢哋個裝修風格，用嗰種黑板漫畫風，作為自己得唔係咁舒服，其實都係心理學。佢話俾你聽，超過4個人唔接待，表面上係有性格，實際上係為咗方便標準化管理，費事你一班人坐喺度吹水吹攞個鐘，阻住佢賺錢。再講反個關店潮，還點解以前大家唔介意食通鮑魚，依家開始介意？係因為大家窮咗，或者話大家變清明咗。喺2025年呢個經濟環境下，收費車對於性價比嘅要求已經去到一個極致。以前我覺得用100幾十蚊食個名牌酸菜魚係一種收費升級，但係當大家發現我喺超市擺包幾十蚊嘅預製酸菜魚包，返屋企煮出嚟嘅味同太二有90%相似嘅時候，我點解仲要特登去排隊？點解仲要俾一家去養住佢哋嗰啲商場，添加租金？而且呢啲4C同胞背後仲有一個健康隱患，就係鈉含量爆表。為咗遮蓋急凍魚肉，
可能出現嘅腥味或者雪味。佢哋個湯底一定要落松蘭、松油、松辣椒。你食完之後係咪覺得好口渴？要飲好多杯茶或者汽水先平衡到。呢啲就係典型嘅高能黃型。就係咁樣食法，對血管對腎臟嘅負擔有幾大，大家心知肚明。我有個朋友喺餐飲供應鏈做咗10幾年，佢同我講，其實太二呢類品牌，佢哋最強嘅唔係煮魚，係物流同埋採購。佢哋喺廣東海南嗰邊有大量嘅合作魚塘，啲魚一路上嚟唔係運去村鎮，係直接運去工廠。喺工廠入面，啲魚會被電死、放血、去皮、去骨，然後進入自動化嘅片魚機。咩話片魚嘅重量可以精確到以克嚟計算。之後呢啲魚片會進入一個巨大嘅滾筒，入面全部係串料同埋藥水。跟完之後用真空包裝，再用零下18度或者更低嘅溫度急凍，然後透過冷鏈車送到去全國各地嘅分店。你喺分店食緊嗰塊魚，可能係3個月前喺海南做游緊水嘅鯇。你話呢啲係鮮魚定係死屍？最令我覺得不笨嘅係，好多香港人北上係為住食啲香港食唔到嘅鮮味。如果你係去食潮汕牛入火鍋，見到師傅喺窗口即刻切肉嗰啲叫鮮。但係如果你係去排隊食太二，其實你只係喺度食緊一堆高度加工嘅工業神金。兩說香港，我哋對食物嘅要求通常係原汁原味，但係依家呢種內地連搶模式正喺度衝擊緊我哋嘅味蕾。講返太二呢個品牌，佢喺2015年創立嗰陣真係風光無限。當時佢哋捉住咗年輕人中意反叛、中意有個性嘅心理，用嗰種店長好以唔做唔人傲嘅口號嚟吸客。當時嘅年輕人覺得咁樣好酷，但係10年過後，依家係2025年，嗰批年輕人已經30幾歲，佢哋開始注重健康，開始要養家，開始對嗰種浮誇嘅營銷感到厭倦。太二最近嘗試過好多方法去救市，例如佢哋開始做外賣，以前佢哋係唔識做外賣嘅，話怕影響口品，點知依家為咗營業額，連自己嘅捐助都可以放低。佢哋仲試過減價，原本人均要110、120人民幣，依家可能80、90蚊就有交易。但係當一個品牌要靠減價嚟留客嘅時候，佢嘅品牌價值就已經開始崩墜，而且仲崩對手實在太多。乜嘢魚你再一齊生出酸菜魚，甚至係好多小型食店，佢哋用同樣嘅預製菜供應商賣嘅價錢平你一半。既然大家食嘅都係嗰包痛鮑魚，我點解要管你太二？呢個就係標準化深圳嘅反式。當你將食物變受空預品，你就失去咗護城河。好多香港朋友問我，咁北上到底食乜好？我會同佢哋講，去甩啲冇連鎖店標誌嘅，去甩啲門口真係有魚缸，啲魚仲會跳出嚟諗到你成身水嘅鋪頭。雖然可能環境冇咁穩，雖然個師傅可能冇戴口罩同你講歡迎光臨，但係希望你食落肚嗰啲係真正嘅蛋白質，而唔係化學實驗室嘅產物。其核科技魚很活呢個詞係由一個叫森格飛嘅內地網紅帶起嘅，佢 cut 開咗好多食品加工嘅內幕。雖然有人話佢誇張，但係佢確實令到好多人開始反思，我哋每日塞入嘴入面嘅嘢到底係乜？喺餐飲業入面，為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用預製菜同埋添加劑已經成為不可逆轉嘅趨勢。但作為收費師，我哋起碼要有知情權。如果太二喺門口寫明本店使用急凍魚片，上菜時間6變磚，內含多種合法添加劑，你仲會唔會覺得自己執到寶？你以為用80蚊食到一大盤魚係執到寶，點知背後係你用健康去交世。邊呢啲死屍同胞之所以可以買咁平，係因為佢哋大規模採購、規模化加工，完全抹殺咗食材嘅季節性同埋地位性。大家有冇懷過？點解酸菜魚一定要落咁多油？解釋，因為油可以封住溫度，亦都可以掩蓋食材嘅劣質感。嗰陣厚厚嘅辣油，下面藏住嘅可能係已經失去水分、氛圍鬆散嘅魚肉。夠我喺度大詐預言，太二嘅關店潮只係一個開始。唔單止係佢，好多過度依賴預製菜、過度依賴營銷而忽略食物本質嘅品牌，喺未來嘅2026、2027年都會面臨巨大嘅洗牌。因為收費市場嘅魚係誠實嘅，你可以人一時，唔可以人一世。特別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我哋由細到大食開海鮮，對於鮮質有種肩負執着嘅追求。我哋去西貢、去布袋澳食魚，追求嘅係嗰種魚肉嘅鮮甜同埋回甘。如果我哋北上雙飛，反而係去追求呢種6變磚上菜嘅公寓快餐，咁真係有啲本末倒置。大家下次去深圳食嘢，記住要睇清楚、問清楚。
挑片到上菜快到唔合理嘅，見到肉質滑到好似果通咁嘅，見到通底食炸鮮豔到好似化妝品咁嘅，你就要留個心眼，唔好俾嗰啲華麗嘅裝修同埋海味嘅網紅口碑蒙蔽咗。劇侵淫要回歸本質係一件好事。經濟太易嘅衰落，正正說明咗市場正在自我修復，大家開始追求真材實料，開始追求煙火氣，而唔係工廠氣。我寧願等20分鐘食一條師傅現來現煮嘅魚，都唔想用6邊磚去吞一包化學凍包。講到尾，食物係用嚟滋養生態嘅，唔係用嚟填飽個肚咁簡單。當科技與幸福充斥市狀，我哋更加要守住自己嘅底線。如果你問我泰爾酸菜魚仲值唔值得食，念念網絡話，如果你係趕時間，想乜個地方形象商，對食冇乜要求，咁咪食咯。但係如果你係想同屋企人好好食餐飯，追求真正嘅美食體驗，咁你真係要三思，唔好俾人去笨，仲以為自己執到寶。大家要明白，喺呢個資本運作嘅年代，好多餐飲品牌其實係金融沉緊，佢哋開分店唔係因為想煮好嘢食俾你，係因為要跑數據，要融資，要上市。當數據唔穩，股價跌嘅時候，佢哋首先收身嘅一定係食材嘅成本。所以2025年嘅泰爾已經唔係2015年嗰個有初心嘅泰爾。最後想同大家講，北上收費係一種生活方式，但係一定要做個精明嘅收費詞，唔好俾嗰啲科技魚狠活壓到，更加唔好成為呢啲死死通包嘅長期受害者。我哋食嘢最緊要係食得安樂，食得健康。如果你見到邊間鋪頭仲肯老老實實喺鋪頭門口撈魚，就算佢還夠早啲，動作慢啲，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因為呢啲先係真正嘅餐飲靈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到呢度，記住6邊磚上菜背後可能係你想選唔到嘅公園流水線。記住落柴市見到泰爾門口條隊，你可以為下到底你係排緊隊食魚，定係排緊隊做實驗品。講返泰爾嘅母公司9毛9，其實佢哋旗下仲有好多品牌，但係泰爾佔咗佢哋利潤嘅大頭。當泰爾呢根大柱開始搖搖欲墜，成個大盤都會感到壓力。呢種壓力最終會傳導到邊度？列災咪就喺我哋收費師哥嘅盤入面，佢哋可能會減少魚片嘅分量，或者用緊平嘅供應商，甚至係縮緊人手。你以為你仲係食緊以前嗰種味，其實個配方可能已經改咗好多次。我淨共聽過一個喺泰爾做過嘅員工爆料，話佢哋啲酸菜雖然話係穿足90日，但係其實喺工廠嘅大缸入面，為咗加快發錯速度同埋保持爽脆，入面加咗唔少化學劑。你食落去嗰種酸爽，同傳統屋企用人水傳出嚟嘅酸係兩回事。短凍酸菜有一種發酵嘅醇香，而佢哋嗰種酸係直接，甚至有啲刺鼻嘅。呢啲就係點解你食完之後，胃部會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嘅原因，因為嗰啲酸性物質太過霸道。而且大家有冇留意到，泰爾啲魚片上面成日有一針好好嘅粉，嗰啲叫生粉或者裝粉。表面上係為咗鎖住水分，實際上係為咗增加重量。一斤魚肉加埋啲粉同埋水分，可以變成1斤幾兩。呢啲都係餐飲業常見嘅冷品招數。你以為你食咗好多魚，其實你食咗唔少生粉同埋水。香港人北上好多時係因為香港嘅物價實在太高，去深圳食餐好嘅價錢可能只係香港嘅一半。但係如果呢個瓶係建立喺適升食物安全同品質嘅基礎上，咁呢個瓶就係一個陷阱。特別係對於小朋友同老人家，呢類高鹽高油、重蒙添加劑嘅預製菜，真係少食為妙。2025年嘅餐飲市場已經進入咗一個去偽傳真嘅階段。泰爾嘅關店潮其實係一個警號，提醒所有餐飲老闆，收費車唔係傻嘅。如果你繼續用科技與狠活嚟糊弄大家，如果你繼續用死死通包嚟充當鮮魚，咁最終嘅結果就係俾市場拋棄。大家有冇懷過？點解我哋依家食嘢越嚟越冇魚味？佢唔單止係酸菜魚，連好多茶村窗嘅魚柳、酒樓嘅清蒸魚，有時食落去都好似食緊塑膠咁。呢個就係現代工業化養殖同埋加工嘅代價。魚類喺魚塘入面密集養殖，食嘅係人工飼料，甚至仲有抗生素。撈上嚟之後，再經過重重化學處理，最後送到你嘴邊。呢種魚雖然名義上仲叫魚，但本質上已經變咗質。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想食酸菜魚，不如去街市擺條鮮魚，自己喺屋企煮。雖然片魚係辛苦啲，雖然個湯底未必有出面咁惹味，但起碼你知自己食咗乜。或者去落啲真係肯用活魚嘅鋪頭，就算貴少少都值得嘅。香港人，我哋一向以識食聞名，
唔好因為一時嘅方便，或者因為追求壞胃嘅網紅效應，而放棄咗我哋對食物嘅要求。對太兒嘅故事話俾我哋聽，任何建立喺速成同虛假之上嘅反容，最終都會好似荒漠咁爆破。路邊樽上菜，聽落好勁，實際好羹。勁再深入啲睇，太兒嘅危機其實反映咗內地餐飲業嘅一個大環境，就係內卷，乜嘢都追求快，乜嘢都追求標準化，結果搞到千篇一律。你開一間酸菜魚，我開一間，大家嘅供應商都係同一間，大家嘅味道都係一模一樣。最好拼嘅唔係味道，係拼邊個緊撳落藥，邊個緊撳壓低成本，邊個嘅營收更高。咪喺呢種惡性總動下，受害嘅遠遠係消費者。大家位下2018年、2019年嗰陣，太兒係幾咁威風。當時如果你能食到一餐太兒，直情係可以喺朋友圈炫耀嘅事。但係到咗2025年，如果你仲去排隊食太兒，人哋可能會覺得你過時。呢個就係潮流嘅沉酷，亦都係空穴化沉燉嘅宿命。我哋要學識去辨別乜嘢係真正嘅美食，乜嘢係空穴靈劍。美食係有溫度嘅，係有虛思嘅心思喺入面嘅，而空穴靈劍只係為咗維持你身體基本運作嘅原料。如果你只係想填飽個肚，咁死死同胞冇問題。但係如果你係想享受生活，咁請你遠離科技與狠活。太兒酸菜魚嘅驚爆關店潮，其實係市場對預製菜嘅一次集體投票。大家開始意識到，我哋唔想再食包裝袋入面嘅嘢，我哋想食火爐上面嘅嘢。香港人北上，應該係去尋找嗰種失落咗嘅煙火氣，而唔係去另一個城市食土窯嘅工業品。最鬧咗，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你去一間食魚嘅鋪頭，你試下要求睇下佢哋個魚缸。如果佢話冇魚缸，或者個魚缸只係裝飾用，入面啲魚死氣沉沉，咁你就知乜事啦。再者，你留意下佢上菜嘅速度，如果快到你落完單，去個洗手間返嚟就已經有得食，咁9成9都係預製菜。好啦，今日講咗咁多，係希望大家可以食得明明白白。調溫，唔好俾路邊磚上菜呢類噱頭，到更加唔好成為科技與狠活下嘅收身品。大家北上出食，最緊要開心健康，唔好俾人屈笨。2026年、2027年仲有好多新嘅川抗會出現，希望到時我哋見到嘅係更多嘅真誠，而唔係更多嘅包裝包。記住，你嘅每一餐飯都係喺度為你想要嘅世界投票。如果你支持真材實料，咁呢啲死死同胞自然會消失。如果你繼續追捧科技與狠苦，咁未來嘅餐桌上可能連一條真嘅魚都見唔到。大家保重身體，食得健康，